你以為崩潰一定係大喊大叫，但成年人最崩潰嗰刻，通常係連喊都冇力啊，只係突然靜晒。我都試過。OT 完凌晨返到屋企，沖完涼，閂咗水，但我冇即刻行出去。我企喺浴室望住鏡入邊嗰個自己，頭髮係濕嘅，都仲未吹，但成個人一個字都唔想講啦。瞓醒之後，你又照返工，照覆訊息，照樣做晒所有應該要做嘅嘢，但你自己心入邊知道，其實已經攰到連解釋都覺得麻煩啦。你唔係冇事，係冇時間有事啊！工作、屋企關係樣樣都壓住你，所以你唔係冇情緒啊，係你連處理情緒嘅位置都冇啊！有時你唔講嘢，唔係你冷漠啊，係你已經攰到連情緒都要慳住用啊！如果你最近都係咁，表面好正常，夜晚一個人先突然靜晒，你唔使急住解釋自己啊！今日咩都唔使做住，先俾自己安靜5分鐘。如果你身邊有個人成日都話自己冇事，但你知道佢其實好攰啦，呢條片可以轉俾佢睇，話佢知有人明白佢點解突然冇聲啊！